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这是徛伫个新北市新店的法务部调查局的交通安全处。24号迄暝发生着火警，50平的办公室烧了了，啊，讲办公室有调一包这个将柜的画像，竟然是好拢无起角，实在是真神奇。也毋过导火这个交通安全处是来负责着反境外势力的认知作战甲反骇客。内部的资料伫个大火了后，是毋是有流出去，引发着关注？法务部长蔡清祥到立法院备询来强调讲，这个资料确定无来毁掉，而且嘛也阁有备援的系统。啊，那导火原因也阁咧鉴定。大火烧了真旺，新店法务部的调查局廉政大楼1楼的交通安全处，一个24号暗时导火，50平办公室全部拢互大火烧去，除了700度。大火烧甲遮旺，办公室700张柜画像竟然是毫发无伤，引发着热烈的讨论。毋过调查局的大火敢有资料外泄的问题，互调野立委对国家的安全拢真关心。因为火烧的办公室是负责反境外势力认知的作战，佮有反骇客自通的安全处，敏感的单位互火灾原因更加受到关心。调查局他们也有对外做说明啊，我想火警的原因啊，也由这个专责的机构啊，在鉴定中啊，初步是排除人为的因素。导火所在事关国安的问题，立委嘛对法务部提出质疑。调查局，大家没有办法理解啊，这不是重大的国安问题了吗？当然非常严重啊，我们觉得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啊。严格面对资料外泄的记录，调查局伫咧第一时间就发出着声明，表示讲电子的资料拢有备份。法务部长蔡清祥嘛伫咧司法委员会备询做出说明。那资料上面我们都经过检查，并没有任何的损害，因为有一个电脑的伺服器啊，都完全它是有很完整的一个防火功能。另外我们也有备援。法务部是等因那挂保证讲资料无烧去，嘛无外泄的记录。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